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去年国内税收超过预算总数5000亿，国民党都建议修法，把钱分予民众，一个人现金1万块。不过学者建议讲，这款钱应该爱先提起行销，建立规矩，固定转入去行销基金，以后这个问题就免阁提出来讨论，都袂真做政治操作。去年全国税收超出预算数5283亿，国民党团主张每一人普发1万，民众党团初三举办公听会，针对敢是支持国民党普发现金的提案，不过创也做出回应。台湾民众党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上面，是一个理性、务实、科学的政党。如果我现在就有答案的话，那今天召开这场公听会，是在过场做样子吗？公听会几啊名学者建议，最近几年政府上济数额偏低，爱优先上济，避免济老加孙。由学者认为，敲定税收的用途爱有明确规范，应该修法，将敲定税收转入上济基金。把所有超征税收转入偿债基金，以备债务偿还所用。它可以杜绝政府创造超征的诱因，因为一旦政府知道说税收超征只能够拿来还债的时候呢，那他也许就会把税收乖乖的编在预算里面。不能把这个超征钱拿去拨补什么台电那些的，那本来就使用者互惠啊。第一优先就是把钱全部都去偿还债务啊，如果有多余的话，要还税于民，那还要再详细考虑说你要不要设条件。不过，中也指出，2021年到去年连续4年，税收加起来超定1.8兆，显示中央政府有够能力时阵，税收成长甲经济成长不成比例。这期政府超受人民、劳动甲经济成果高息。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经济，我们出口仰赖程度高达60%左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国际的一点点打一个喷嚏，可能对台湾的影响都蛮大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疏导这些误差。林慧仪初5会选举北的委员会调会，在野党力促海税移民，普发现金1万，准备制定税收敲定全面共享发放现金特别条例，搁修正预算法，完备相关法源，尽速审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话要提悬国军的待遇，这国防部已经把调薪水的方案送去行政院。若国民党嘛有提案要修法，把义务役的薪水起到28590块。志愿军人的薪水嘛要加2万顶顶，这预算加起来是445亿。国防部表示，真感谢立委来提案，不过这预算这么悬，应该爱先问行政院的意见。国军兵力流失，建立邮警部军队偏现比击破8成大关，降到78%，严重影响台海防卫作战。总统赖清德话讲，要替国军调悬台务，要求基层官兵加薪比例要比中高阶的军官较悬。在野的国民党团初三先提出军人加薪4法，义务役、志愿役拢有分。修法方向包括军人退伍条例的2案、军人保险条例、国军退队的官兵辅导条例等修法。薪资部分义务役袂使比基本薪资较低，二等兵为21350，调悬到28590。志愿役是每人加薪2万。第一线战斗部队加级的部分应该要加1倍，同时嘛提高地血加级、超时加级。军人保险由政府专业负担，放宽支付的条件，也加上高以上子女教育补助费的补助，加起来拢总445亿。边线比只有78%而已。可是事实上，一个比较合理而且能够行使正常防卫的，起码应该要到80%到85%。那么在薪资上、待遇上，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做合理的提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讨论的议题，但是这个时间点提出来，显然看来是国民党在历经了去年的乱删乱动总预算以及毁宪乱政的法案之后，想要来讨好国军。国防部感谢立委提案，不过认为修法应该听顺行政院意见，可能还是要兼顾国家整体施政负担以及可行性。那么依法应该要先征询行政院的意见，避免政府的预算膨胀或者是排挤其他预算。作为官兵调高薪水，只有400多亿，甚至我认为可以到600亿都没有问题哈。那这样的话呢，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是这个钱是用在国内。
国防部原有提起调查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加薪的幅度保守秘密。专家分析，替国军加薪，唔但会当提振军中士气，嘛会当烧落国内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大雾影响飞龙机的航班，28年假过，也有真侪人是吊伫咧金门，无法度倒来台湾本岛。今仔早起金门机场就有千外人排队要候补飞龙机位，不过同款因为大雾，机房暂停起降。交通部是紧协调业者为金门驶船，家人再倒来家己的布袋港。候补人潮徛满几台前的空间，金门航空站自早起9点26分起，因为大雾影响，航班搁暂停起降。不少前一日已经因为大雾，航班互取消的滞留旅客，透早就来排队，着急搁无奈。也是来旅游的吗？对对对。啊，被困几天了？就昨天晚上被困了。这没有飞机怎么办？这没有飞机啊，没有飞机，我会厦门，再直航到台北。会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那一定是嘛。看到天气继续无稳，机场恐惊爱开关关。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启动海运闭环计划，活动到协调业者加开客船。金门航空站现场清点，261名旅客有意愿改坐船。2、4、5加班船，所以现当日当航次有效，不能退票。客船下到1点，由金门水头尾头起航，去家己布袋港、另外小三通也受大雾影响，再去2度停航。来去金门水头加厦门5通航线，中到了后才恢复。金门航空站也伫下到恢复正常起降。规日有7架就取消到，无也嘛有网有旅客伫现场等待。气象署提醒，一直到拜日金门马祖加中部西北家人有望有大雾发生的机会。自拜一暗起，方面渐渐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北部高温降大约5度，各地也要注意低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在周三到周日清晨也会是比较偏冷的状态，尤其周四、周五，因为水汽还是比较偏多，所以是比较偏湿冷的状态。尤其刚刚说到周四、周五的清晨，低温都会是非常低的情形。随着方面往南，那这个最不稳定的地方就在台湾附近，所以星期三的雷阵雨的几率还是很高。气象局前局长陈明典地面切答文，方面较会有中秋道系统带来雷阵雨，各地落雷监测系统上，长江流域已经有新来信号，有判拜一入暝了后，就有今年第1道春雷发生的机会，民众要注意气象署发布的及时降雨特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真侪少年人爱用社群平台 Threads， 不过最近却出现真侪广告，骗讲要招员工，怪少年人开户用虚拟货币洗钱，或者是投资诈骗。都有银行业者建议政府要设立检举的专线，避免各有人互骗去。工课轻课时间量上，甚至会当去外国上班。新兴的社群平台 Threads 使用者愈来愈多，嘛出现真侪要请人，也是要找头路的广告。连低卡的下皮这企业嘛捌来遮找人。不过专家警告讲，爱说里内底有陷阱。就觉得他真才看起来是真的，他要我去加他的一些其他的软体，然后甚至说提供自己的银行账号、身份证，对，然后去帮他用比特币，也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就现在到处都有这些诈骗。亲像这个陈小姐，本来看到有就近的工作机会，待遇条件嘛袂歹，无想到线顶面试通过了后，对方却要求陈小姐去开虚拟币口座。讲要先互陈小姐1000块的工作金，互伊心内大警醒。另外，受害者嘛有公司行号。常常客服会接到有一些民众打来求证的电话，说：“你们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啊？征求什么样职位的？”那有可能是第一个，我们根本没在那个地方有 po 求职的讯息，或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职位。含新创公司嘛，几若摆去用假名，有人骗人去开虚拟币口座，互诈骗集团有机会来洗钱。社群平台长时间，警政署打查仪表板显示，最近3个月民众伫此类互骗的有551件。有19件是假请人真诈骗。到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发文者这个人本身过往有没有其他的发文资讯，他的 follower 有多少，这个是我们可以第一个注意的哦。更重要的是去确认这些职缺的真实性。专家分析讲，少年人伫网络交流较无防备心，不过即马社群平台窜起，专家呼吁讲会当透过设立检举专线，官方加强巡查这款方法来阻止诈骗集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病医急诊人踢人，总统点名卫福部要赶紧改善。针对护理人力无够问题，卫福部打算要推动急诊3班护病比。
记者们互你夜班奖励，另外病院若甲互你人员加薪水，有加请人，健保署就打算要甲病院预算来个调悬。最近经济介绍直直起，台北果菜市场拍卖1公斤是花价165块，有民众就认为这无道理。不过农民表示，是因为去年连续3粒风台来，害经少的产量减少，这计数才会称悬。交通部制定安全指引，要甲汽车扎一纸列入去管制。查封玻璃上无爱透光70%，若驾驶窗的玻璃透光爱35%到70%。公路局表示，因会找专家团体来开会，希望6月底进前会当定出规范。英国初二召开欧洲领袖峰会，讨论欧洲和乌克兰防卫安全计划。会后拢总达成4项共识。欧洲要继续提供乌克兰军援，支持乌克兰参与和平谈判。另外，还要做联名保护乌克兰的和平，阻挡罗西亚搁再入侵。因为美国介入俄乌战争的谈判，甲欧洲嘛排除在外。即阵泽伦斯基甲和川贴破面起冤家，北约就苛刻泽伦斯基唔通拍歹关系。英国首相史凯尼表示，伊会出面制定一个新的和平计划，希望会当得到美国的支持。若欧盟这边是认为讲，欧洲就爱加强国防能力，莫想要搁靠美国来保护，就爱伫咧全球的军事战略有独立性，才有才调和人比拼。甲英国首相斯凯尔握手会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席初二伫英国伦敦召开的欧洲领袖峰会。不过顶礼拜泽伦斯基甲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会面煞真无欢喜。双方毋但无签扩散协议，联合记者会嘛无开，美欧的关系煞变紧张。那斯凯尔出面协商，北约秘书长吕特嘛做顶人，甲泽伦斯基通话，呼吁伊应该都要赶紧想办法修复甲川普的关系。Je zal toch echt moeten kijken hoe je weer je relatie opnieuw bouwt met de Amerikanen en met de Amerikaanse president. Want we moeten wel samen verder. Hè? Незважаючи на те, що сталося раніше, незважаючи на це, м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і. Якщо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що вона буде підписана, з нашого боку, ми готові підписувати. Я, чесно кажучи, думаю, що і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будуть готові. 泽伦斯基是搁在声明已经准备好签署扩散协议，佮表示会当理解美国寻求甲罗西亚总统普丁对话。不过乌克兰人拢希望听到美国坚定徛伫乌克兰这边，相信美国的帮助对乌克兰的生存真重要，嘛有把握修补甲川普的关系。不过后续的会谈必须关门进行。俄乌战争一直无停，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洲真需要定心武装，提供乌克兰全面的安全保证，甲乌克兰打造成更铁的减低，互罗西亚吞袂落去，应应罗西亚所造成的安全挑战。We urgently have to rearm Europe, and for that I will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plan how to rearm Europe on the 6th of March, when we have our European Council to the leaders. 冯德莱恩解释，强化乌克兰的手段应该包括盟友的财政甲军事的支持。新计划牵涉到大幅度增加27个成员国的国防开销。波兰总理图斯克嘛认为，欧洲应该加速军事甲国防自主，毋是完全倚靠美国。波兰想要伫欧洲内部促成更较强的防御合作，推杀欧盟伫全球军事战略的独立性。泽伦斯基伫峰会了后，嘛甲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显示英国挺乌克兰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叙利亚的阿塞迪家族统治54年，去年才总算倒台。这新的政府军发现阿塞迪政权的第4装甲部队有藏真侪金银财宝，而且部队的基地内底有公司、有工厂，佮走私毒品。伫咧内战的期间，提供阿塞迪资金。对新政府军的脚步来到较早是叙利亚内战上强部队之一的第4装甲师据点，地面有亲像高级别种的外观，不过行落差不多200克拉的地下室。虽然即马乱糟糟，人嘛离开，新政府军讲，伫阿塞德家族的政权还未倒台进前，内底藏真侪金钱、珠宝，也甲各种高价的物品。غرف مزودة بأبواب مقفلة تماما ما بتنفتح أبدا بس تم سرقتها عن طريق فتح التهوية والتنفيذ مزودة بمطابخ غرف نوم حمامات ساونا ومزودة بمدخل سيارات ومدخل طوارئ سري فردي
念是第4宗驾驶失败，谁都无法度活进，就连饲养的人都禁止来食，因为为这个点就等看这个部队的情形。新政府军的士兵讲，因发现一间档案室，也有烧毁的物件，也有已经破坏了的监视器。将第4宗驾驶的军官表示，这个所在就那亲像独立的国家，有公司工厂用金币加美金的交易。الحديد والنحاس واي شيء بدك اياه. الحديد ممنوع واحد يحرك قطعة حديد أو طن حديد من محل لمحل إلا بموافقة الرابع. ممنوع ينباع حديد قديم إلا للرابع وبالسعر بدهم إياه. نحاس قديم إلا للرابع وبالسعر بدهم إياه. 附近的农民讲，第4宗驾驶本来要租农地，不过伊唔肯引导强占土地。另外，附近的别种警卫嘛讲，第4宗驾驶所开设的类安非他命药物芬乃他林地下毒品工厂，工厂不时传出真臭的味。根据外媒报道，芬乃他林真经吃掉的阿塞德监管利用非法走私毒品得到财源。芬乃他林是叙利亚内战期间阿塞德监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蔡雄亲做伙来看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名单。今年的最佳男主角是粗派建筑师演员Adrien Brody， 这是伊第2届摕到最佳男主角。顶一回是2002年的《战地钢琴师》。这2出电影拄好拢是咧描写战争的故事。那最佳女主角的得奖者是爱情片《Anora》演员 Mickey Madison， 伊正少年，今年才干那25岁。讲到伊主演的《Anora》这出电影，嘛有摕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5项大奖。第7届奥斯卡是上届抢赢。美国一间民间太空公司做的 NASA 幽灵号顺利发射去到月球，虽然之前都捌有民间企业要发射器顺利上月球，不过这届 NASA 幽灵号的过程是真载真稳，创下头一届完全成功的纪录。控制中心内底发出欢呼声，宣布定月器成功伫月球降落。这间民间太空公司的员工拢欢喜甲拍手欢呼。美国一间新创太空公司火金高太空，伫美东时间12分点3点34分，以NASA幽灵号定月器成功伫月球正面东北部或者威海一个盆地内底安稳定落。到去年2月，另外一间同款伫德州的公司，伫家机器的定月器奥德修斯号定落了后，再出去并轨相比。NASA幽灵号创下民间企业定月器头一届完全成功定落的纪录。Firefly Aerospace just became the first commercial company in history to complete a fully successful moon landing. Congratulations to the entire team. 外国媒体报道，NASA幽灵号的体积甲一只河马差不多大，是今年10月15由 SpaceX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NASA幽灵号完全成功登陆月球，嘛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甲民间企业合作导入月球探险计划成功的头一步。伫登月过程，机器甲翕着真侪地球甲月球画面，而且有早包括月球、土壤军事机器、控制辐射电脑等等，拢总10台 NASA 机器，按算要做用暂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毋是会当导航月球试验？NASA幽灵号估计会伫月球停2礼拜，替未来登月计划观测收集资讯。到了3月14要翕日全息的高解析度影像，16个要记录月球日落，互大家了解土沙粉是要安怎伫日头影响之下铺伫月球表面之上。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2015年世界行动通信大会伫咧西班牙起稿，包括咱台湾的联发科、豪硕、宏达电等等，全球有2700间科技公司参加。展示上新的6G 和 AI 等等的技术。Here and we press the start detection button. Let's see what's going to happen. 这段影片经过侦测了后，发现有94%的几率是 AI 形成的轻微科技生产的。这款笔记型电脑荧幕为13寸变做18寸，伊的显示器是用会当凹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技术制作的。这款笔记型电脑只要互日头照20分钟，内底电就够通好看1点钟的影片。伫掀开荧幕迄一边，内底有太阳能板，会当甲光转换做电能，随时充电。这是伫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2025世界行动通信大会，这届甲重点放伫6G、甲形成式 AI 等等的技术。
Companies are diversifying their product lines by using AI and incorporating it, and then how it's also bettering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Big thing for us really to address in 2025 is the impact of AI. 世界行动通信大会从深开始手机的电视会，到后来扩展做健康科技甲移动设备，即马有 AI 加入。不过大会认为讲手机会是一个真大的商机。 1.4 billion mobile phones will be sold this year. That's 44 every second. But the manufacturers will be leaning heavily on AI as a means to try and drive interest in device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at Mobile World Congress is undoubtedly going to be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bviously, we've got a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which is using tariffs as a bit of a weapon towards other markets, particularly in Europe, where they're worried about the over-regulation of US companies. But als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 number of Chinese manufacturers who will be looking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fear towards the US. 除了有为全球约3000间企业来参加展览，1200个专家加政策制定的人数，而且按算还有超过10万人来参与。专家认为讲，目前地缘政治的局势，会是这届大会另外一个焦点。科技业者哪创新哪竞争，也搁爱哪观察国际政治的发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静，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